亮曙光风起来的爱喺十位。以前细细时节人爱当喜欢上美术课，唔讲爱画图画当唔好。你今年爱开始想爱画图，我开始想要画画，但是却没有太多的时间，所以我都会自己在手机啊，是做捷运的时候，我就会自己用手机来画画。然后呢，画完之后，我还会把它存起来，变成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记录，不管是当时的想法，或者是当时你想要表达的情感。那今天呢，来到现场呢，我们又回到关西了，要转到关西喽。关西啊，这几年真的是一个非常有艺术、非常人文的地方。那今天要介绍的这2位特别来宾呢，我们要把这里变成画室的感觉，好不好？然后现场写生的感觉，回到以前我喜欢的那个画图的那种氛围。所以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2位大来宾。我们欢迎 DT52的主人冯玲慧冯老师。大家好，我是关西 DT52的负责人冯玲慧，谢谢大家。另外一位呢，就是你知道我很崇拜画画的人了，我太喜欢他的画了，也是最近在这个 DT52展出的一位艺术家。我们欢迎罗宇辰。大家好，我是罗宇辰，台港后。2位好，欢迎你们来节目。先说哈，这2位的组合我就非常的好奇了。你看一动一静哈，宇辰你好。这个我知道你很多的故事哦，然后我刚刚在节目开始前也看到了你的这个大作，先讲一下刚刚我画的那2个还可以吗？当然可以。我是用手机，然后就这样画的，然后就在这小小的空间里，还可以吗？可以。有感觉吗？其实这是一种日常生活才常在。对，我要讲的就是日常生活。我觉得跟冯老师说，关西来了很多很多的艺术家，还有很多很多的老屋新作，然后回到这个 DT52这个空间。好了，我们来聊聊 DT52是什么样的空间。我们在聊天的当下，我们就要请画家。画家，你今天有什么想法？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好了，来 ，OK 来。这个呢，听说是老师介绍的是宇辰。是这个是我们新生代的艺术家宇辰，他每天就是也不能讲每天，就常常啦，应该是经常，他只要出去在户外的时候，他遇到他认为这个风景非常适合入画，他就当下直接就画，他一个直接作画了，非常随性，然后非常自由。我喜欢这样。是老师，那你就尽量画好，我们就照那个感觉好不好？可以帮我画帅一点吗？好了，我们就回到这个讲到 DT52很特别，DT52这一听起来就是缩写嘛，对不对？对，是缩写。老师这个正确的念法，我们正确念法应该是 Dream Theatre 52。那其实我原先因为本身学的是戏剧，是。那其实我一直有想要说有一个空间，就是除了很休闲之外，它也可以是一个表演的舞台，所以我大概就取了一个跟剧场比较相关，但是又是符合我的梦想，对，所以就把它用找一个比较适合的英文字母把它串在一起，所以它就是我的梦想剧场。哇，那为什么要52？52其实就像大家其实都会好奇，我们那边其实有趣的是，我们那条街所有的店都是有门牌号码，对，来当店名。你知道我这人就是想的真的太肤浅，我想52这 B5后来应该是跟酒有关吧？就不是，不是，跟梦想有关。对，跟梦想。那我要问一下老师，老师是客家人吗？其实坦白说，我不是。哇，你是哪里人？我其实是桃园人。桃园人，对。宇辰，你还港影吗？你是客家人？我是客家人。因为我就是罗，应该就是客家人。对，像大。该不会这么巧，就是我们苗栗的客家人吧？是啊，苗栗的客家人。那我也很好奇哦，这个第一，我们先聊一下你们2个，好，你们2个怎么认识的？我们2个其实就是同学，坦白说。同学？对，同学，其实看不出来，不太像。哎呦，还好老师接这一句。你们是什么时候的同学？我们其实是研究所的同学。研究所的同学 ，OK 啦，可以。研究所的同学，你们研究所同学是什么系？我们是文大艺术研究所。艺术研究所。是，那目前已经没有这个系所。那当初的话，学校其实有一个它很大的希望是说要做一个综合艺术。是。对，所以呢，就包括我们戏剧组，然后美术组，还有个音乐组，它把它加在一起，就变成一个综合，就是艺术研究所。很棒哎，我觉得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想说，戏剧怎么会跟美术有连结？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缘，对不对？然后那我们再回到 DT52哈，这 DT52经营到现在多久了？半年多。半年多的时间，对。哇，那我们话不多说，先来看一下一段 VCR， OK， 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DT52的空间，好不好？请看。就是在人群里面，哦，那像其实张老师也很好啊，你就反正你就是当个太平。这就是我们的 DT52的，它算是一个很综合的艺术空间喽。没错，是。你看，因为一开始我在想说，哎，这个可能是静态的啦，然后可能就是一个让人家很舒服的空间，没想到还有音乐，还有动态的。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影片里面我们听到很好听的演奏的。哦，演奏话是我们上个礼拜六下午，8月23号就特地请来的一位大提琴音乐家，对，然后特地来请他来这边做展演。是。那目前其实我自己的规划是说，我们的单乐因为配合文创市集的关系，是我们的空间就是专门以戏剧表演为主。哦。那双乐的话，刚好这个月是8月，是，所以就是我们特地请了音乐性质的音乐家来演出这样。然后呢，静态的部分就是我现在要介绍给大家的关于日常生活。是，没错。罗雨辰，对不对？对。雨辰的这个应该说他的水彩小品展，是没错，对。先讲一下这两个好不好？这两个刚刚有故事的。哎，对，是没错。那这两幅其实就是画的是我们关西的某一个场景。是。对。那刚好是两个地方，那是因为刚好我的店开幕的时候，因为刚才有看到影片，我们开幕的时候，我特地请他们来我的店里面，对，一边做客一边热闹一下，热闹一下，对。然后顺便也当然是，因为他们也是平常喜欢写生，所以我特地请他们来，顺便拉他们来感觉一下关西这个地方，所以当场可以作画，所以因此呢，他们当天写生完毕的作品，我就强迫他们硬要他留下，硬要留下，因为毕竟是关西嘛，画的是关西，所以当然要留在关西。所以因此这两幅画就被我这样强迫留在我的店里面展示。而且透过雨辰的笔触是，然后透过我们 DT52的展演空间，让大家看到别人眼中的关系。没错，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是，当然除了关系之外，还有这个展出，先讲一下，就是目前正在展出。对，目前正在展。就是雨辰的。对，就是雨辰的。几号到几号？我们是从8月4号展到9月30号。哦，2个月的时间。对，2个月，对，是。聊了那么多，其实我有点不礼貌，因为一直在偷瞄雨辰，他很认真在画我。我们来关心一下进度，好不好？这就是，哎呦，还真的有点像哎，很帅哦。谢谢。不过雨辰有很多的故事啊，对，没错。虽然可能我们就每个人个性的关系，聊到你们两个的相识，对不对？你跟雨辰认识多久了？研究所的，从研究所到现在应该有10年吗？将近10年吧。快10年啦，10年的时间。那我觉得当好朋友很特别，好，能有多少个10年的好朋友？不要说10年了，我们讲10个月，以现在的社会来讲都很难。你眼中的雨辰是怎么样？其实坦白说，他当然跟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他是比较冷的人。我说的冷是说他外表现在也是很冷，没有啦，开玩笑的。对对，就是因为他个性的关系，他不是那么会主动跟人家亲近的。那当然是跟他画作或者他当时候的心境有关系。那后来慢慢我们熟悉之后呢，其实会发现，其实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其实是很有趣啊，对，我觉得观察一个人，看他眼睛就知道，他是一个很有故事的。对，没错。然后他又是一个，应该对我来讲，其实他算是一个很内敛的人，就是他把他观察到的东西，
然后透过他自己的想法，对然后呢转化成他的画作。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每个人是一样，就是我们从作品当中其实就可以看到一个人的性格。对，就好像老师是，也许老师透过的是戏剧、是演出、是肢体，是没错。然后我们雨辰透过的是笔触，对，还有他自己的想法，是没错，对不对？对，两位艺术家来到福气来了，我自己都觉得我的福气来了。那些亏你好，等下两位艺术家，一位。做戲嘅，講做戲太，沒關係。同位做戲，同位講故事嘅調家，還有一位同位畫圖嘅藝術家。等一下有什麼故事呢？不要走開，我們待會回來。非常感恩福氣來，今日福氣來搶到兩位藝術家哦，這個DT52的主人馮玲慧馮老師，打開後，太嘎後，太嘎後，不好意思，客語還需要進步。不會，那再一次好好介紹自己。是太嘎後，太嘎後，我是馮玲慧。另外一位呢，正在積極作畫，就是我們的藝術家羅雨辰。大家好，太嘎後，我是羅雨辰。我們剛剛就聊到，就是說，這個 DT52在關西嘛，對不對？半年的時間。對，沒錯。我也很好奇，我剛剛忘了問你，你從桃園，對，然後雨辰是苗栗，對，那我就很好奇了，你這個跟關係的淵源是什麼啊？這要講到歷史了，可以，是大概10多年前，就是一個因緣際會，那我開始進入關西高中服務。哦，關西高中？哎，對，那時候呢，就是幫忙做一些行政。那麼當然，因為他們也有開一些社團課，是。那因為我本身那時候對戲劇非常熱愛，所以我就開始就幫他們上了一些戲劇的課程。是。對，那一直到現在，那雖然10幾年前的因緣，就是也認識非常多的好朋友，都在關西，所以其實關西對我來講，它其實就像第二個家鄉一樣，就是我有空我就回去看看他們。對，而且你知道客家人是很好客。哎，對，沒錯。張磊撩，對，沒錯，是，而且那個緣分是一節，可能就這一輩子都不會斷，沒錯，對不對？就像你說的，變成第二個故鄉。是。那我覺得我更佩服你的是，畢竟他是教書跟經營一個藝術空間是不一樣的。對，是不一樣的。那這個老屋的故事要說一下。OK， 那其實老屋當初其實也是一個因緣，就是說，對，因為我覺得其實我非常感謝我的人脈關係就還不錯啦，就是大家相處的都很融洽。那也是因為去年有一位現在他在鄉土協會擔任一個很重要的角色的理事，就是我們的萬金蓮萬老師。那就有他的引薦，對，他認為我其實藝術的背景其實對。當時候的老街要活化這個案子來說，其實是相當等於是說注入一個新的藝術元素啦。那所以他就把我引薦給范特喜，當時候文化局邀請范特喜來進駐關西中正路，對，所以打造一個活化老街的機會。所以他就把我引薦給這個楊勝堯副總。對，那楊副總其實對我的戲劇背景又覺得很特別，他覺得他就一直積極的遊說我，然後歡迎我可以加入這條這個中正路上面，然後注入一個新的文化的藝術的部分。是，所以其實我掙扎很久了。我相信，老師你之前也都在教書，對，都在教書，對。可是要做一個完全是挑戰自己，我必須要這樣子說，要給自己一個很大的挑戰。是，我相信你下了很大的決心。那是什麼契機讓你轉變？其實契機當然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為當地的朋友們，是不是？希望你就在這邊吧，當我們關西人吧。是，他們一直希望說，起碼就是我不用每次都是跑回學校去找他們聊天，然後有個空間大家可以來找我。對，所以當然最大的契機就是老朋友啦。對，那當然我那時候其實也是說，另外一個原因是我自己的夢想，因為其實我一直很想要找一個空間，然後做我喜歡的烘焙或是咖啡，那再來就是說有一個舞台，就是我的咖啡廳一直希望有個舞台是可以當成表演場地的，對，所以可以讓發揮我的戲劇方面的一個部分，所以這個空間當初來看的時候，其實我就很喜歡，因為它的是面寬，是跟另外一邊的我們說就是背包客棧那一條，他們是伸長的那種方式，其實有點不一樣。
所以刚好也是很幸运啦，所以刚好有这样的空间符合我的理想，可以在那边扎根这样。而且又跟你的戏剧可以结合，对，不没错，对。所以那时候有做了一些什么样的特别的计划吗？其实那时候看了空间的时候，我原本第一眼看到，因为那时候是有住户住在里面，所以我们其实没办法一眼看过去，而且没有办法很透彻的去想我应该要怎么样做。没错。然后当房子整理好的时候去看的时候，发现其实它是隔间隔好的，所以我们有3间。那就是说，那后来在思考的话，如果说是这样的方式的话，我就希望说把它空间区隔开来。好。那所以就以中间为主，因为中间刚好它的视野是可以，观众的视线范围其实比较宽大，所以我希望把中间那一间就打造成表演的场地，对，然后再来的话，第一间的话就主要是做可以让大家休息的地方，然后喝咖啡，然后喝咖啡啊，今天还看到老师带来的，是你亲手做的手工饼干，是没错。所以在这个展览空间里面，视觉顾到了，听觉顾到了，味觉也顾到了，是没错。然后一边是休息。然后另外一个呢？另外一边的话就是表演场地。那最后一间的话，其实它我现在目前把它当成就是有储藏室，但是它前面有一个空间也可以当成展场。是。对，我们就是做3间，然后做一个小小的规划这样子。对，是。哇，那我们要好好看一下我们的雨辰。哇，他的成品越来越棒。对，雨辰，我们刚刚聊了那么多，我很不好意思打断你，但是我还是必须要打断你。你对这位同学，认识10年的同学，在你眼中啊，你觉得冯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熟，我相信。对，因为同学那么久，所以在我是后期跟他比较熟一点，因为可能互动比较多。对。那其实我发现他其实蛮像一位姐姐在照顾我的啦。他其实他的个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其实就是一直都是傻大姐，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他很热心助人，对，然后再加上他很热情，他做什么事都很热情，就是对什么事都很有那种他的梦想的感觉，对，不会说对未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也不会说只是戏剧只是想要走戏剧方面，他想要都去尝试的感觉，就是各方面都走。对。那这当中啊，你们这10年的同学，不要说10年的同学，就是说你们在艺术的这个交手的过程当中啊，你自己有没有很佩服他什么地方？其实我佩服他就是去关西开这家店，说的真好。如果是你愿意吗？所以我会考虑很久，对不对？对，因为关西。就是比较远一点，大家会觉得好像比较偏远一点点，所以我觉得勇气啊，我觉得勇气真的很重要。而且他很用心去经营他的那个店的一个活动，活动也好，或者是风格也好，对不对？你看从小到做饼干呢，大到邀请你来做展览。对啊。那这当中他有没有跟你吐露过什么心声？就说啊，我真的不想，或者是我有挫折。他没有跟我吐露过什么心声，我只知道他一直很乐观，都没有什么痛苦的感觉。王老师，你人真的很好，我只是把痛苦藏起来，我看不到而已。不过我也想问雨辰啊，雨辰，因为像我啊，我自己很喜欢画画，我相信电视机前面一定有很多这样子的同学也好，或者是朋友也好。如果说他不是科班出身，我现在想要重新学习的话，你会建议他从哪里开始？其实我觉得一个学画一定从基本的造型去入手。可是我觉得，如果只是想画个兴趣啊，对，那不如就像我这个展一样，日常生活，就有很多可以去尝试的很多题材，对，比如说杯子啊。然后水果啊，那些很简单的东西，可是你画出来就觉得成就感很高。哦，我了解了，不用说画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了。我觉得这个想法很好哎。我们投射到生活中也是，有时候我们会想要有很远大的梦想，可是你会知道说，哇，我明明知道自己做不到，然后我跌得满身伤，你何不就按部就班？我们一步一步来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接近你的梦想很近，对不对？对。雨辰画多久了？我画大概也有10几年了，我从高中画到现在，应该有10来年了。10来年的时间呢？我刚刚也很好奇，你都是左手画画，对，你一开始就是左撇子？没有，其实一开始我是用右手画，我是右撇子，那是因为前几年出车祸，后来就因为蛮严重的了，所以就之后就是因为右手可能没办法不方便做事，那就把重心都偏移到左边，
然后开始就是因为我的专长也不多，就是画图而已。那我不会画图，右手不会画图，那我该怎么办？那我觉得就是得尝试，因为右手还可以自由嘛，还可以动。那我就是说试试看用左手去画，从住院就开始慢慢去练习左手，画到出院这样子。我觉得老师，我跟你说，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决心。是啊，你知道有很多人，他可能自己习惯的事情做不到，他就会放弃。对，就好像老师去开店一样，我觉得就是决心嘛。对，所以你用左手画画，一开始你适应了多长的一段时间？你有没有仔细想？应该适应起来，应该少说也要有1年多。哇，那等于是从头来，对，等于从不会画到会画。然后因为那个方向是不一样的，对，方向是不一样，看的那个都不一样，然后你作画方式也不一样，全部都反过来。哇！老师，你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左手，还是你有经历？他认识他的时候，他是右手。对，那就其实所以对于他这几年的经历啦，其实我真的很感动，而且我也觉得他是个超有毅力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也有感染到你啊，对，也是，对不对？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常说好朋友就是这样，不只是要吃好的。然后一起分享，我觉得很多心理上的东西也要互相信任。是没错，所以其实我真的很佩服他。所以他这次来参展的作品，其实坦白讲，都是他这1-2年几乎都左手完成的作品。是，等于是我们看到全新的罗雨辰。对，没错。然后只有在我们的 DT52。是没错，所以真的欢迎大家有空到 DT52来看展。是，对。那怎么样去呢？我要怎么样看到他们的展？而且他们还有更多 DT52的故事呢？休息一下回来再呈现给你。哇，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雨辰哈，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哇 ，OK， 好害羞啊，他把你画得太帅了，哇，好厉害哦，这是我背后的这个景嘛，来，他把它一起，观众朋友看一下哈，你喺罗雨辰加发癌，你看发癌 Hellboy 耶。好，就是看完这以后再看背后，我人我哎，而且你帮我画得好帅啊！那个大师，你可以送我吗？当然可以。我太开心了，我很羡慕你，他还没有送。真的吗？对啊，他没有画过我了。糟了，对，要跟你要求了。谢谢雨辰，这就是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对不对？然后我觉得透过你对人、对事、对物的观察，可是我也很好奇，老师雨辰这个。我觉得他用色跟我平常看到的色比较不一样，因为这是水彩嘛。对。因为一般我们会看到比较重，或是比较，我一直觉得它的那个就是淡淡的，可是有不同的味道哦，就是有一种很清凉的感觉，我不会形容。为什么它的用色是比较淡的，雨辰？因为我觉得水彩就是要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是。如果很重的话。会感觉压力很大，所以我觉得对比啊，或者是那个色彩可以让它轻一点，不要说重的让他觉得压力很大那种感觉。对，就是比较不会有压力啦。不管是画画的人，不管是去看展的人，特别是在 DT52这个空间，因为你就是要舒服，对，没错，配上小点，是配上什么？配上你的创作。我们刚刚都要跟老师聊一下你的创作了，因为刚才音乐也有了，然后静态的也有了。那老师，你的专业就是戏剧喽？对。那坦白说，其实我的专长是编剧了，就写剧本。是。那所以今年其实坦白讲，我到了关西之后开了这家店，其实最让我收获最多的是我认识了非常多的当地的朋友。对。那当然最大的就是很荣幸的，就是今年有机会跟当地素人剧团。然后牛栏河，对，他们很有名，是，他们就是变成一个当地很大的一个特色，是，包括大头偶啊，对，然后包括他们其实就是一群非常很热心，而且很积极参与的这些素人的艺术家，所以其实我蛮感动的，对，那我们每次办了一些戏剧的表演活动，其实最积极参与的是他们，对，因为在地嘛，是，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更会把心思放在关西这个地方。是，
而且是原创，对不对？对，是。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计划是说，10月22号礼拜六，那天我们关系其实目前正在思考是我们会做一个文创市集的部分。是。那当然在撇开这个之前，就是说我们本来的计划就是配合轻旅行的行程。对。然后我们选了就是以环境剧场的方式，就按照当时候的场景，然后在那个地方大概是客人一边旅行，对，但是他也可以在不同的3个点，然后看到3出小戏，然后又可以在看戏的当下感受一下关西的文化，对，没错，对不对？当然了，最重要的是看戏的时候还是要去看一下展览，看雨辰的展览，是没错。雨辰的展览是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8月4号到9月30号。是的，就在 DT52，是没错。那雨辰还有一个个展，对，跟大家说一下。我下一个个展是10月14到10月22，是对，那个是我的水彩大型个展，在国父纪念馆。哇，国父纪念馆哦，哇，太厉害了！所以相关的讯息也可以到你们的粉丝专页，对不对？那雨辰有粉丝专页吗？还是一样在 DT52就可以露出了啊？福气来了就有了。对。不过我们刚刚讲到很多，譬如说画也好，饼干也好，对，还有很棒的这个明信片。那这个明信片我要稍微特别介绍一下，那就是因为很多的客人来我们店里面，他看到他希望我们有一些文创的商品，对，可以带回去做纪念。对，没错。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所以特别邀请，这是我前面有一档啊，第一档的这个艺术家也是同学哈，那薛宏伟薛老师，那么特地请他帮我设计，就是以当地关西八景设计了一套明信片。哇，对，那这个就是我们家是就DT52专卖，那这是我们家的大门正面的。哇，对。正面的大门就在 DT52，是没错，而且只有 DT52独卖。对，没错，只有我们独卖。那我必须要跟老师说，你下一个系列就是要雨辰的系列。当然，对啊，就看他的时间。他现在很大方。对，没错。记得帮老师画一个，他自画一下主人。对，谢谢。回到雨辰身上哦，就是说，在自己的生命的历程里面，经过了这么多的曲折，这么多的波折，我相信你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感触。就像老师说，他是很内敛的人，但是透过笔触，一笔一画一点，你都可以感受到雨辰的心里。我觉得你有很多的话，也许你不想说，或是不知道怎么说，透过画可以看到他的世界。但是今天这个机会很难得，我觉得对一个画画的人来说，家人还是很重要，对不对？对，家人给你的支持是什么？我觉得家人就是他不会说，因为我受伤，然后就觉得我需要一直照顾。他觉得他会一直鼓励我说，你就发挥自己的极限，去让自己再更往上一层楼去，会对自己的人生会比较有一些不一样的观感。而且发现自己另外一种可能，对，我觉得那个很重要。我觉得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我自己做好自己的事就好，但是你却不知道你在做这事情当下，你也在影响别人。你知道电视机前面有很多人，像我认识的朋友也好，他们可能会也许现在的社会就是一点点的挫折，他可能什么都不要，什么都放弃了。各位观众朋友，你看他现在还有在练身体，来秀一下马手。对，怎么那么听话？你看你同学人很好啊，不要再说他难亲近了。没有，他就是越来越有亲和力。这就是我认识，而且我心目中本来就觉得是雨辰。然后老师也不用说了，我觉得戏剧在台湾艺术的方面来讲，虽然现在很多人会注意到，但是其实也是很辛苦的，对不对？没错。在经营这个事情上面，你自己有没有碰到了什么样的困境？目前？目前其实坦白说，因为我们当地的老人家比较多，是长辈嘛？对，长辈们比较多。那可能对于这样的空间，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很新颖的环境，所以可能刚开始就是觉得他不知道这个是要干嘛，就是这个空间对不敢接近。那其实我们现在就试着就多做一些活动，然后呢多让他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对。那当然这个当然也要在地经营啦，就是怎么样去跟当地的居民可以相处。是。那当然，其实我们最欢迎的就是说，大家不用觉得害怕，就是勇敢的就进来，去面对人群。对，没错，就是你进来看看画也没关系，然后进来跟我聊聊天，我也很高兴，都没有关系。对，还有一个方法，是你叫雨辰没事就去那边画画，你看他把我画的多好。对呀，是不是？你就叫长辈坐在那边跟他聊天，然后画他，是不是？然后可以增加一点收入。雨辰这样好不好？
可以啊，还没有男色哦。他可以的，他可以的。所以接下来呢，你有没有特别在这个 DT52有特别想要挑战的事情？有。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说，因为当地的老人跟小孩比较多，是。那其实我们现在慢慢，其实本来我暑假其实有规划一系列的暑期的课程，是。但是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在推的时候其实不太容易，一定。对，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以后还是会继续做，是。但是可能用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开发什么样的课程，是，或者活动，可以让一些老人跟小孩很高兴的来参与，然后挑战音乐剧，对，挑战，是啦，就是坦白讲，就今年年底还有一个是让我压力很大，就是说我们那条街准备要演一个音乐剧，那当然就是居民一起共享共乐，是，对，那这个话同乐的感觉，对，同乐感觉，因为毕竟是年底嘛，对，总是在寒冷的天气下，可以做一些温暖的事情，然后欢乐的气氛这样。那坦白说，还有一个我个人的计划是说，我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实施了，就是。因为毕竟在那个店已经经营到现在半年多，那当然那条街的所有的朋友们，大家都非常的互相帮忙，而且大家都是好朋友，慢慢变好朋友。是，所以我现在有个很大的计划是说，我现在要以我们的中正路为一个基底，就是要写一个超现实的长篇小说，然后以当地的店家或者是朋友为角色，然后全部一起。共同经营的这个小说，对，类似也像我们一起集体创作一样，然后留下很棒的回忆。那我要再说喽，那插画部分呢，就是雨辰来画。对，没错，当然了。我现在其实坦白讲，我的空间，其实我最感动的就是我的同学们都很帮忙。我们从前面的。这个展览从第一位一直展到现在的雨辰，其实全部都是我的同学们。我想这是一生中最重要、最无价的宝藏，是没错。再一次谢谢老师，谢谢雨辰来到节目中。记得要看展就到 DT52去，好不好？任何的讯息都上 DT52的脸书粉丝专页，好不好？对，雨辰，我们希望再看到你画中很多不同的大千世界，好不好？谢谢你的乐观，谢谢你的精神，好不好？谢谢老师，不会，谢谢。有空再来玩，好不好？再来分享一下我们那一条街的好玩的事情。OK， 好，谢谢。观众朋友啊，不管度多么困难，而像雨辰安呢，而像老师安呢，用我们的笑容，用我们擅长的才能去迎接、去面对它，我觉得你会得到不同人生中的快乐。好了，谢谢两位喽。我们运动，等一下回来运动，不要走开。